闻香下马来，是大陆这个角落，常有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来玩美味可口的鱿鱼羹。这种街头巷尾都会出现的小吃，让人好奇这里有什么独特口味。喜欢吃羹的，吃到我们的客家口味都一定适合他们。你对客家口味非常自豪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本身是客家，对不对？做生意讲究阿萨里，邱老板选用的鱿鱼来自阿根廷，比起普通货贵上1倍。撕去带腥味的薄膜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也散发着浓郁香气。就连鱼浆原料调配也相当讲究。我肯定它里面加了很多种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。你肯定都出来，肯定出来就几乎没有秘方了。哦，言传自岳父的独家配料，裹了鱼浆的鱿鱼料呈现不一样的灰褐色，弹牙的口感，咬劲十足。那你要推荐你们家的鱿鱼羹啊？你跟观众朋友说，用客家话说啊。按香按好色，按熊按好色，这来口感就好。传统口味延续了客家精神，一碗鱿鱼羹吃得出经营者的用心，美味其实可以很简单。按熊按好色，按熊按好色。